你幾多號？11號。你睇下揾翻個名先呢度。黑色啊。等。喂，你頭先90號30號一個3號。30黃色。有啊，得㗎，OK 啦，唔該晒。20號2分唔中，跟住黃色8號防守籃板，然後黃色25號一個2分唔中，跟住9號防守籃板，8有人啦，3號嚟9號一個2分唔中，20號進攻籃板。24 2分，防守籃板，你將個3號改25號。我自己加咗啦。8號2分中25號助攻。20號進攻籃板，20號2分，8號防守籃板，8號2分唔中，24防守，24 2分唔中。88 2分中，4號犯規。先知呢個犯規88罰球中。88 2分冇嘢，88進攻。黑色暫停。88攞到籃板出2分鐘，即係佢係攞咗4分左右。即係犯規啦，每邊一個啫嘛，半場得紅色，唔使 mark 咁犯規唔使嘛，我 mark 就犯規。23分唔中，8號防守。冇事。8號3分，中25號助攻。2號2分，唔中8號犯規。
黑色天波2次。黑色天貓3次，笑2犯。爆2分鐘。24分鐘。30號3分，中8號進攻籃板差2分，減對防守。知唔知？你要30，你跟埋佢過嚟啦，你唔使企嗰度啦。1人1隻啊嘛。你1人1隻跟晒佢啦，你幾個位要做咩啊？喂，呢個對晒。跟晒。8先好吧，24偷波，9號2分，中25防守。25 2分，冇嘢，計冇當冇氣餒。黑色24。黑色天貓4次。球中。喂，翻嚟啊！再見。收2分鐘。8號3分，唔中，8分，會換人。邊紅嘢？我哋守嗰陣1人跟1隻。入6號同11號。9號2分，中24助攻。黑色天方滿24號2犯，時間1分鐘。
秒。4號3分。喂，冇鬆啊，冇鬆啊，睇埋，冇包。10秒。5秒。